喺一年裏面，我最鍾意春天呢個季節，因為春天嘅天氣唔係好凍，而且仲有好多太陽，好適合去出面做運動同散步，同埋對我嚟講，春天代表一年嘅新開始，周圍都充滿好多機會，所以係一個改變自己嘅好時候。咁你呢？你又鍾意一年裏面邊一個季節啊？